2026年第34届台北国际册展明仔载开始，文化部表示讲，今年册展呢有29个国家，超过500间出版社来展览。这展览的台语册数量也增加真侪，展现着国家语言政策有伫咧推动，这台语的出版品也对咧增加。 工作人员无用咧整理册本，才是前卫出版社的展区。现场有超过100种以上的台语册，有小说、翻译文学、囡仔册等等。当咧替2月初3台北国际册展的开幕做准备。台湾文学馆观察今年册展会当看到台语册类型、数量拢是一档比一档搁较侪。国家语言发展化的推动啊，有愈来愈多的台语的作家，有以前会写华语的作家，伊嘛开始创作台语的出版品。由文化部举办第34届台北国际册展，今年拢总有29个国家、509间出版社，超过60位的国际作家来到台湾参加。今年特别邀请泰国做主题国，册展现场唔但会当让民众看到台湾的文化，也会当深入探索泰国文化。对文化部来讲，要支持出版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透过像台北国际书展这样子的活动，看看每一个出版社、每一个作家，他在这个年度里面所累积下来的出版品。泰国这次当我们的主题国，从去年就非常大规模、盛大的来准备，那这一次呢，就经过了1年多的准备，马上大家就可以看得到。 泰国准备的内容。主办单位表示，伫咧册展期间，每一日拢有邀请国内外侪位的作家来做分享，而且有分真侪主题，古乐、网架、台湾文学和台语册等等，有文学类的座谈，也会使做伙读台语囡仔册。文化部鼓励18岁至22岁学生，会当趁机会使用文化币来买册、踅册展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